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超支。对于东南亚来台湾涉投入的人有560万3人，还有4万3人呢，係結婚呢來到台灣嘅婚姻移民咯。不過，因為要喺台灣尋到家鄉文史社會書非常困難。長期關心東南亞移工嘅狀況，年頭發起一個活動，希望大家帶一本自家看唔識嘅書歸到台灣來。伊希望安尼喺台灣嘅東南亞鄉親，使得大幫看書懷念家鄉。裡面書引來引到位，總之將出入開嘅東南亞主題書店，打造一個台灣同東南亞文化交流嘅空間。也希望透過一隻嘅有很多好事情會發生。安埔石頭西巷後有一間書店，還係講話話嘅。書店的附近人總之正係整理書，一間書店同台灣一般的書店完全冇同樣。呢度的書單單就係我哋看唔識，韓國冇賣書。我們的書店也很奇怪，不賣書，我們是借書。來書店借書的話呢，你就照書的定價。中文書的話就按照它的定價原價，外文書的話我們會算一個它原價加上運費的價錢。比如假設這本書300塊，然後你就給我300塊，然後書就帶走。然後上面你一邊看一邊可以畫線，可以寫字、簽名。看完之後你還給我們就還你300塊。長期關心東南亞移工移民議題嘅總之，年初發起帶一本自家看唔識嘅書歸台灣嘅活動，希望來到台灣嘅東南亞移工有書好讀。下後將就開一家東南亞主題書店。我們這個書有一大部分都是我們發起了一個帶一本自己看不懂的書回台灣運動，請大家帶書回來。所以這個書上面，我覺得還可以承載了善意。就是不管你是哪一國人啦，多半是台灣人帶書來，然後帶來送給像這本泰文書送給台灣的泰國人看。那這個善意的流動，我希望也可以記載在這個書上面。所以我們堅持，還包括帶書的人應該在上面寫字，寫下我從哪邊帶來的，然後我想送給誰。書店唔單淨係書店，也只係還係東南亞語文學習中心。因為上嘅係印尼文，線上帶領學生嘅練安用嘅手機設計，就對自家輕鬆嘛嘅講起事。Reading 就是讀嘛，讀的那個單字是馬扎。唔熟悉嘅話語，唔是講天初愛見學見講能做得。交來台灣17年教印尼文嘅先生順批實，俾到嘅學生嘅佢教出曉得講，並教材嘅下邊佢用心。講一遍台灣人佢說嘅話語同河洛話嘅發音方式來教。有部分是用台語發音，然後有部分是用國語。然後我就用馬、馬啊，台語也馬嘛，然後對，然後剛才講說發第一個音，就類似這樣子，把他們就什麼 J 啊 J 過去 J 嘛啊，然後用 J 啊，然後這樣子，他是不是比較容易記得？我剛好在教書啊，教有關地理的，然後我們要做家庭訪問，很多都有外籍配偶啊，所以想說多種語言也是比較可以跟他們溝通啦。我在那個時候臉書上就認識很多移民的朋友，然後我就想說，他們都寫那些文字我又看不懂，然後就想說，這裡剛好有開印尼的課，然後就想說來認識多一點，然後也知道他們到底在說些什麼。好，所以我們也提供場地，讓這些有能力教東南亞語言的外籍配偶找一些台灣的學生來上課。我們接下來也準備想辦英文、中文的課程，那是給移民移工來上的。我們就把這裡當作，就我們叫做文化中介、文化窗口，東南亞的任意門。總之希望書店就係一個方便認識東南亞嘅結生門，可是咩係安呢？印尼公正嘅印尼比賽台灣分會 FLP 就睇亞隻嘅發表新書，展現出一等櫃台嘅寫作能量。每一年我們有出來一本書，在裡面是寫很多東西，就是大部分就是我們工作來台灣怎麼樣這樣子，也是開心的問題，然後難過的，想家裡，想爸爸媽媽，想小孩，然後感覺台灣人對我們很好。移工們是借由寫作這件事，在
凝聚共识，然后它也同时是一种培力。这些故事其实都是他们在台湾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他批判了政府，批判了整个移工制度、仲介制度的不好的、比较负面的那一面，然后他同时也在维系他们跟母国的联系。那有更多的是在描写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包括他们跟雇主之间，还有他们照顾的阿公阿嬷，甚至小孩之间的情感。Tujuan Gemas sendiri ya seperti ini, seperti tadi kita itu ingin berusaha mendirikan paling sedikitnya 印尼移工镇内嘅土文化推广协会今嘛是媒体廿二成立，我同大家讲，一定要睇印尼各种下嘅素材，办公益图书馆，我同在地嘅青年嚟睇书，经过图书教育来脱离穷苦，目标係一年要成立4間图书馆。我们要开那个图书馆在印尼，可是那个图书馆是给那个小朋友，没有爸爸妈妈。没有时间买书，因为他的地方很难买书，不是给他读书而已。我们有给他们写东西，好像画画还是写，希望他们可以赚钱。他们说，其实灿烂时光的开幕给他们很大的鼓励，他们觉得说这件事应该是可以试试看的。就是开一个公益图书馆，他们不是只有教书，不是只有借书，其实他们也希望在未来回到印尼的时候，他们在这边学习了中文，学习了英文，也可以把这些能力再交给他们乡下的孩子们。消息一出来，肯定天一熱，就有過熱烈的反應。台灣人民表示出想要同印尼移工來完成夢想。民眾打電話來問說，他想要參加這個印尼的協會有沒有辦法？因為他覺得很感動，因為家裡自己也有請移工在照顧長輩，所以他就覺得哇，他們都可以做這些事情，他有沒有辦法可以回饋這些幫他照顧長輩的移工朋友？東南亞主題書店主要係愛人讀看書，進一步來做台灣同東南亞嘅文化交流嘅素材。無論係台灣人想愛來了解東南亞，還係東南亞人想愛睇亞隻嘅看到異地嘅母國文化，書店就會滿足大家。是講睇亞隻嘅就該想愛問，佢按冇相同嘅書店，一條人事費用1000元愛對內來攞。從正規性嘅嚟講，佢就自家圖上角嘅偷出來試啊。當這個地方夠精彩的時候，其實你不要先考慮錢。其實如果一開始就考慮錢，那我們當然不要做這個事了。神經病為什麼要做這個事情？就是他會不會賺錢不知道，可是做這個事情，它已經會帶來很多好處，它會激勵一些人心吧。包括像那個印尼團體，他們說因為我們辦了這樣子的書店，那他們為什麼不自己辦？所以他們決定回印尼，在印尼的鄉下辦這種小型的公共圖書館，給印尼的鄉下小孩子有書可以看。我覺得這個就不是我預想得到的事情。可是我覺得那個善意互相激盪。細卡美嘅書店，用書同國回來台灣嘅他鄉人同台灣人有嘅連結，寫睇書行嘅一張詩一句話，看起來像係細拍嘅嘢火光，我傳那上傳那下，我係阿布石頭一定溫暖，一定光明嘅一盞明燈。